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自家兄弟日，我係 Mia。咁講到2026年中山嘅樓市，尤其是係中山南部既慳錢又實用嘅片區，肯定就係三鄉同埋坦洲呢兩個片區啦。咁呢兩個片區可以話係港澳客戶嘅上車之選，配套成熟咧係實打實嘅港式生活圈啦。可以話係中山最接近港人生活習慣嘅片區之一。根據2025年全年數據啊，咁呢兩個片區嘅話呢，係港澳客戶購房佔比非常之高嘅。如果你都係睇緊三鄉同埋坦洲，咁今日呢條影片呢，就係為你而準備㗎啦。Mia 會用最實在嘅大白話啦，幫你徹底咁搞清楚呢兩個地方啊。三鄉同埋坦洲片區嘅核心差異啦，2026年最新嘅樓市行情啊，業盤嘅優缺點以及最重要嘅避坑指南同埋購房嘅建議啊，無論你係喺珠海上班嘅通勤族啦，定係過嚟度假嘅港澳朋友，定係想低預算上車嘅，睇完呢條片，相信你都會心中有數噶啦。咁喺影片開始之前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啊，訂閱翻我哋嘅頻道。或者留言支持一下，我哋馬上進入正題。首先 Mia 會直接講結論㗎，咁方便大家對號入座啊。如果你都係想喺珠海或者係澳門上班嘅，追求方便啦，預算喺100萬到200萬之間嘅，能夠接受1萬蚊到15000一平方嘅價格呢，而且你係喜歡熱鬧啦，配套齊全、港人多嘅社區氛圍啊，咁你就重點睇坦洲啦。如果你嘅預算咧係50萬到100萬嘅，主要係為咗養老度假啦，唔需要日日通勤嘅，想要個安靜啦同埋環境好嘅，住得舒服嘅地方咧，咁三鄉就係你嘅不二之選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明確咗目標之後咧，我哋再嚟睇下呢兩個地方到底有啲咩唔同咧。咁簡單啲嚟講啊，坦洲咧就等於係近珠海通勤啦，加埋咧配套齊全啦，加上價格稍高啊，咁三鄉咧就等於性價比之王啦，環境好啊，價錢平一半啦。咁喺區位嚟講咧，坦洲更加接近珠海，從坦洲揸車5到10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嘅核心區啦。咁街上跑嘅好多都係珠海車牌啦，而三鄉咧就背靠住五季山，生態環境特別好啊，均價只需要5萬幾到9000幾啊。咁價錢優勢非常之明顯，而且呢兩個片區咧都係有香港直通巴士嘅，屋企門口就可以上車啦。返香港亦都唔需要轉車嘅。咁2026年呢兩個地方嘅市場行情又如何呢？坦洲呢一邊價錢咧就比較穩啦。因為買呢度嘅人群都係喺珠海返工同埋咧港澳嘅一個朋友啊，咁唔靠深中通路嘅規劃，都係實打實居住需求。珠海、香洲均價大概係3-4萬左右，而坦洲先至係1萬到16000都有成交啦，平一半都唔止啊！咁性價比直接就拉開啦。坦洲嘅樓盤幾乎都係一啲超級大盤啦，發展比較耐啦，比較成熟嘅，而且社區嘅港人氛圍係比較濃厚嘅。咁依家咧發展商主推現樓同埋準現樓啊，交樓嘅風險低啦。咁而三鄉咧價錢大概咧係坦洲嘅一半，而且咧主要係國企啦同埋大嘅發展商，基本都係現樓買咗咧，好快就能夠入住啦，非常之穩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了解完呢兩個片區啦，我哋再講講具體嘅一啲樓盤。我哋先講坦洲值得睇嘅樓盤咧 ，Mia 都總結咗4個嘅，咁並且認為啦喺坦洲買樓都係只得嗰3-4個樓盤係可以睇得嘅，咁其他都係麻麻地嘅啫。咁有優點有缺點啦，客觀咁樣解讀嘅排名咧就唔分先後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啦，咁呢一個係坦洲連續4年嘅老牌銷冠啦，超級嘅千畝湖景大盤。咁我哋行入去嘅話，你會感覺好似喺香港嘅，因為入邊好多都係港澳嘅朋友啦，都係講廣東話嘅。社區咧就比較齊全嘅，有超市啦，有餐廳啦，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，景觀都係比較靚嘅。咁大裝修均價大概係1萬到15000之間，特價房咧9字頭就有啦，得房率好高，88個房係可以做到4房嘅喎，贈送嘅空間都好多啊。咁佢個缺點就係位於坦洲嘅邊緣啦，離鎮中心有少少距離。咁樓盤係比較依賴
自身嘅配套啦，而且係超級大盤嘅。咁二手嘅競爭都係非常之大，將來要賣嘅時候咧，放盤量亦都會好多，所以轉手嘅時候好老實講啊，要先降價。咁呢啲都係大盤嘅通病啦。咁呢個樓盤Mia個人認為咧係適合港澳朋友啦，同埋珠海通勤嘅一個家庭啦，並且係打算長期持有嘅朋友啊。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中澳春城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成熟嘅大盤啦。亮點就係中澳集團本地一個老牌嘅發展商，實力都係比較穩陣嘅。爛尾咧就一定唔會啦。咁都係有香港直通巴士嘅，單程咧就係100蚊左右咧就可以搭巴士翻到去香港啦。咁亦都有跨境巴士係去翻澳門嘅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咁樓盤咧係屬於低密度嘅社區，有10萬方嘅東南亞風情園林啦，有泳池啦、跑道啦，同埋無邊際水池啦。咁仲有就係精裝同埋毛坯一個交付嘅。咁知名港式吳若希都係買咗呢一個屋苑嘅。咁毛坯嘅大概就係11000到12000幾都有噶啦。大精裝修嘅話咧，大概就係12000幾到13000幾嘅，得分率都比較高，戶型係有送面積嘅，實用率好高嘅。但係缺點都係有嘅，西邊同埋東邊都有一啲舊嘅廠房啦，同埋自建房嘅，部分嘅戶型景觀係一般嘅。咁低樓層都有噪音啦，同埋粉塵嘅一個影響啊。高峰期出入珠海亦都係會塞車嘅。咁呢一個樓盤 Mia 就認為咧係適合經常往返港澳同埋澳門嘅一個剛需，特別係重視社區環境嘅一個家庭啊。咁第三個嘅話咧就係街景康城啦。咁呢個樓盤可以話係坦洲嘅一個品質樓盤啊，品質天花板，號稱係坦洲嘅愛馬仕啊，佔地130萬個方嘅超級大盤啊。服務質量咧同埋品質都係比較高嘅，位置咧就超級無敵啦，緊貼珠海啊！咁呢個地理位置真係冇得頂㗎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嘅主城區啊！亦都係有往返香港嘅直通巴士，每日有成8班車次咁多嘅喎。同時咧，亦都係坦洲嘅一個中心啊！咁佢交樓嘅標準亦都係比較高嘅，帶埋大金嘅中央空調啦，贈送嘅空間都係比較多嘅，106個方亦都係可以做到4房2衛嘅，實用率超高啊！咁社區嘅配套啦，好齊全嘅，有雙泳池啦、會所啦、運動館呢啲全部都係有噶啦。並且1、2、3期咧就已經係安全交付咗噶啦，居住嘅氛圍好成熟。當然啦，價錢亦都係坦洲最貴嘅，均價係去到15000到16000一個方嘅，大面積嘅甚至乎要去賣到2萬一個方啊！咁呢一個價錢亦都係坦洲改善嘅天花板，高峰期出入珠海可能會塞車嘅。咁而且新加推嘅4期咧，要2026年年底先至可以交付啊！咁適合珠海改善嘅港珠澳業主啊，並且咧係注重社區品質嘅朋友。咁第4個咧就係裕豐名門啦。坦洲8年嘅一個成熟大盤啦，優點就係純精裝嘅現樓啦，即買即入住嘅。咁2026年嘅價錢大概係11000到12000咁上下啦。咁性價比就比較高啦，配套咧非常之齊全，5大園林組團啦，地理位置係比較之優秀嘅，10分鐘係可以去到珠海華發商到三寶會員店等等嘅，生活上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佢個得房率都比較高啦，89個方到138個方都係可以做到3到4房嘅，實用率高嘅。缺點就係物業唔使講啦，服務差嘅。咁佢舊年咧都出過一啲負面嘅新聞啊。車位只賣唔租啊，強行要業主買車位，而且咧係超過市場價嘅高額車位，當時都已經係引起咗好多業主嘅憤怒啊！咁而且佢嘅容積率係比較高嘅，樓宇好似塔樓一樣，部分嘅戶型嘅對流都有問題啊！臨近主幹道啦，低樓層嘅單位有車流嘅影響啦，咁高峰期亦都係比較容易塞車嘅，適合一啲珠海、前山、香洲通勤嘅剛需改善客現樓同埋現樓保障嘅港人家庭啦，咁我就總結一下坦洲嘅一個優缺點啦。發展係比較早嘅，咁樓盤亦都係比較之多啦。如果我哋係對坦洲樓盤感興趣嘅話咧，我亦都會俾些少建議大家嘅。咁首先咧，要避開一啲細型嘅發展商嘅騎樓啦，因為坦洲有好多細嘅發展商，價錢雖然係平啦，但係佢個實力好差嘅，交付風險有問題嘅。
咁我哋寧願多加少少預算買啲品牌好嘅屋苑啊。咁第二個嘅話，避開一啲近主幹道，特別係同珠海交界嘅呢啲位置嘅樓盤啊，樓層低嘅一定就會好嘈啊。咁車流普遍都係比較大嘅，噪音同埋粉塵都係比較之嚴重嘅，一定要揀一啲中高樓層啦，或者係稍微離馬路遠嘅樓宇啊。咁第三個嘅話，如果你係考慮投資，咁就唔需要諗啦，可以直接放棄啦，因為二手樓放盤量好多啊，樓市嘅流通性呢亦都係唔係好好嘅咋。咁坦洲只適合長期持有啦，或者係自己住嘅，或者係方便港澳返大陸嘅一啲朋友啊。咁第四個嘅話，睇樓一定要睇高峰期啊，早高峰係7點到9點，晚高峰嘅話咧係5點鐘到7點鐘嘅一個通勤情況，自己揸車行一次珠海通勤嘅一個路線，同埋去關口嘅路線，睇下車流嘅一個情況，睇下自己能唔能夠接受到。咁第五，好似逆轉半島或者係優越香格里臨近主幹道嘅一啲樓盤啦，一定係要體驗一下噪音同埋震動啦，尤其是係優越香格里呢一個樓盤啊。咁除咗樓下有商場之外咧，屋苑內部嘅設施已經係好舊噶啦。咁呢一類盤雖然方便，但係亦都係存在咗明顯嘅一個硬傷啊。咁希望呢一條片嘅話咧，都真係能夠幫助到你嘅。咁如果你係對邊個樓盤感興趣啦，或者係想了解最新嘅一個折扣啦，或者係一啲更加具體嘅一個建議咧，歡迎你喺影片嘅下方留言啦，或者係通過屏幕嘅方式聯繫到 Mia， 我哋係會根據你嘅需求啦，做1對1嘅一個詳細分析嘅。我係 Mia， 咁分析完中山裏邊三鄉同埋坦洲呢兩個地塊嘅屋苑嘅優缺點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帶大家去睇睇坦洲呢邊一個好有名嘅樓盤屋苑，就係中澳春城。而呢個中澳春城呢，前排我哋香港嘅明星啊吳若希小姐亦都係購買咗呢一邊嘅，而家搞緊裝修，佢自己咧都好滿意呢個屋苑噶。佔地面積咧就22萬個平方，建築面積係80萬個平方，容積率係2.5，綠化面積咧係32%嘅，中澳物業費咧係2蚊4一個平方。咁我哋依家賣緊嘅咧就係5期同埋6期嘅產品啦。咁呢一棟46棟亦都係我哋細面積嘅一個樓棟嘅，有77個方啦、81個方同埋我哋97個方嘅。自從有咗港車北上啊，好多港澳朋友咧就成為咗我哋中山珠海嘅尊貴業主啦。咁有冇見到我身後嘅呢一個屋苑咧？相信大家都比較之熟悉啊，因為咧近排咧，我哋嘅知名港星吳若希小姐啊，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啦就發布咗，佢都係買咗呢個屋苑啦，就係中澳春城啊。咁吳若希咧就係唱嗰個熱愛嘅嗰個歌手啦，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願係熱愛，就係唱呢首歌嘅歌星啦。係相信大家都近排都會刷到佢好多啲社交平台嘅，係咁佢咧就成為咗呢度嘅業主啦。佢揀嘅咧就係毛坯，2002年到2026年咧就經歷咗24年咁長嘅時間咧，確實有好多港澳朋友就選擇咗呢一個樓盤嘅。咁佢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地理位置非常非常之好啊，同珠海只有1路之隔嘅距離啊。比珠海仲要近珠海嘅一個中山樓盤嘅。咁呢一度嘅話咧，去到珠海嘅南平、華發、商都咧，同埋富華里啊、環宇城啊，仲有就係珠海嘅山姆會員店啦，同埋明珠站啊，揸車或者係約滴滴嘅話咧，都係10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從中山坦洲呢度跨城去到珠海，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享受到珠海主城區嘅優質配套，而且屋苑嘅樓下咧亦都係會有我哋嘅樓巴車返香港嘅。咁佢每日有4班車次啦，就可以往返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啦，直接就喺手機嗰度掃碼啦，或者係小程序嗰度就可以訂飛噶啦。又或者我哋可以揸車打車嘅話咧，15到18分鐘到啦，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嘅。包括咧我哋屋苑嘅門口仲有一個奇關巴士啊，係可以直接返到我哋嘅拱北口岸嘅。咁個澳門都係好快嘅喎，所以佢交通上係非常之便捷嘅。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香港朋友啦選擇佢嘅原因啦。咁同埋我哋嘅小區嘅環境可以見到非常之靚㗎，東南亞風情嘅園林㗎。咁我可以見到佢嘅樓間距咧
非常之闊落嘅，而且我哋嘅入住率都好高，綠化啦又夠晒多啦，有小朋友玩嘅兒童遊樂區啦，同埋健康跑道啦，以及咧我哋運動嘅籃球場啦，同埋羽毛球場啦、泳池等等呢啲都係有嘅喎。仲有就係後期會有一個會所係可以提供到俾我哋業主去使用嘅。咁最緊要係咩呢？咁佢依家呢度嘅優惠政策咧都係非常之筍嘅，價錢咧亦都係好優惠嘅喎。佢係有毛坯啦同埋精裝俾你選擇嘅。咁如果你都係想成為吳若虛咁樣嘅裝修博主嘅話咧，都係可以選擇毛坯價。而家佢呢度嘅特價毛坯單位單價竟然低至11000幾啊！咁如果係精裝修嘅話咧，低樓層少少嘅就係12000幾一個方嘅。咁如果係正常樓層嘅話，靚樓層、中高樓層嘅話咧，毛坯就12000幾一個方，精裝修咧就係13000幾一個平方嘅。現時發展商仲可以送你3萬蚊嘅車位抵購券啦。咁如果係有買車嘅朋友仔咧，咁呢個就好有用啦。咁部分嘅單位咧，亦都係可以送5年嘅車位使用權啦。仲有就係可以送你總價嘅1%嘅月供補貼，仲有就係成家可以送埋你全屋嘅精裝家電啦。博金蛋啦，都係可以領取我哋嘅家電嘅。跟住我哋公司亦都係會繼續加碼啦。咁如果係跟住我哋自家兄弟成交嘅話咧，我哋係可以回贈現金啦，同埋家電大禮包俾你嘅。OK， 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上去睇示範單位。灣區置業要揾可靠、具誠信，要有香港團隊同香港辦事處嘅代理幫你手。歡迎上我哋自家兄弟旺角總店呢度傾傾啦。喺呢一度我哋可以提供舒適同具私隱度嘅環境，同你洽談樓盤細節。前往嘅方法相當簡單，你只需要喺油麻地站嘅 A1 出口轉翻過嚟彌敦道呢一邊，向太子方向行過去，約1分鐘嘅時間呢，你就已經可以嚟到銀座廣場啦。又或者你可以旺角站嘅 E1 出口向尖沙咀方向行6分鐘，一樣可以嚟到銀座廣場。而詳細嘅地址就係影片嘅下方。好啦，咁依家我哋就上到46棟嘅3樓示範單位啦。咁我哋上集係有介紹過吳若虛同款嘅118個方嘅大面積啊嘛。咁今集嘅話咧，我哋就睇細面積嘅。咁呢一棟46棟亦都係我哋細面積嘅一個樓棟嘅，有77個方啦、81個方同埋我哋97個方嘅。咁佢可以見到係2梯6伙嘅一個佈局啦。咁呢邊3伙嘅話咧就97個方嘅3房2廳，2個洗手間。OK， 咁呢邊嘅話咧就係單邊位，佢就係81個方嘅2房2廳1個衞生間。咁再行過嚟呢度，04同埋05嘅話咧就係最細嘅啦，77個方嘅2房2廳1衛嘅嗱，77個方。咁對翻香港尺數咧就係828尺。咁我哋見到呢個戶型圖紙啦，陽台嘅位置咧係贈送咗半面積，咁飄窗咧係全部贈送俾到我哋嘅。我哋入嚟睇下先。首先我哋入嚟就係我哋嘅防火實務門啦、密碼指紋鎖啦，係有3個功能嘅，即係可以密碼啦、指紋啦，同埋我哋嘅鎖匙都係可以嘅，3合1嘅一個密碼指紋鎖。跟住呢一個位置咧，就係預留翻我哋嘅一個鞋櫃位置。其實呢個鞋櫃幾大下㗎，因為呢個瓷磚係80乘於80啊嘛。咁2個瓷磚就1.6啦，咁加上呢度可能就1.8到啦。所以呢個鞋櫃都幾大下㗎啦，可以做一個到頂通鋪嘅，跟住呢個儲納空間就非常之多啦。咁我哋現時見到嘅呢一個戶型咧，全部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嚟嘅，除咗呢啲啦拎得喐嘅就唔係啦。咁我哋拎唔喐嘅啲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啦。咁可以見到係餐客廳一體嘅，亦都係傳統嘅。大家都係比較中意呢隻，因為呢隻嘅話咧住起身就比較舒服，比較開揚啲啊嘛。咁呢度就係我哋嘅餐廳位置啦，係擺4到6個人位係完全冇問題㗎啦。跟住呢一個位置仲係好闊落㗎嘛，其實都可以再做嗰個餐邊櫃喺呢度。平時擺啲紅酒啊，或者係我哋嘅咖啡機都係冇問題㗎啦。咁再行過嚟呢度就係我哋嘅廚房位。咁廚房到時玻璃趟門就係我哋嘅膠標嚟嘅。咁佢呢個玻璃趟門咧，佢個軌道就喺上面嘅。咁有一個好處啦，咁就唔會，如果係做咗喺下面，咁可能搞衞生嘅時候，個灰塵就好難搞出去。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，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話咧，呢個位置有個軌道好容易即係撲親啊，係啊，所以佢軌道係上邊嘅。
咁呢個廚房咧就係 U 字型㗎啦，細 U 字型就唔算好大，可能最多容納一個人啦。如果兩個人都會覺得好逼仄啦，一個人喺度炒餸嘅情況下，另外一個人喺度攞餸嘅情況下咧，其實都逼仄嘅。但係我哋要理解翻，畢竟係77個方嘛，咁佢77個方一般都係小情侶啊，或者係小夫妻兩個人住啦，或者係一家三口住啦。咁平時啊，如果係小夫妻要情侶嘅話咧，可能都好少煮嘢食噶啦，都係點外賣啦。咁其實呢度樓下食嘢都好方便嘅。如果點外賣都好方便，都直接送上門啦。咁如果平時我哋煮開飯嘅話咧，咁呢個位置其實都夠用噶啦。嗱，廚房嘅三件套係我哋嘅膠標，跟住我哋上下嘅櫥櫃啦。咁佢呢隻櫥櫃嘅話咧係烤漆面嘅。咁呢隻嘅話咧，即係如果有油煙啊，比較好清理咯，即係用抹布一抹就乾淨啦。OK， 咁呢度仲有一個超大 size 嘅一個星盤俾到我哋，仲有一個就係我哋嘅明倉熱水器位置就喺呢一度啦。跟住係最多係擺個單開門嘅一個雪櫃位，但係都夠晒用噶啦。OK， 我哋行出嚟呢度就係我哋嘅客廳嘅位置。咁我哋嘅客廳嘅開間係做到咗3.4米嘅，其實比較之闊落噶啦。因為佢市面上可能80幾個方或者係90幾個方嘅開間先至係3.4米啊嘛，係咪？咁佢77個方都係可以做到3.4米，都係幾唔錯嘅。咁然之後啦，我哋坐喺呢度睇電視呢一個距離都係比較之舒服嘅，比較之合理嘅，亦都係還可以嘅。咁佢過渡位呢個過渡位都係好闊落嘅咯。跟住啦，我哋嘅膠標咁天花吊頂就係咁樣嘅簡約式嘅啦。咁如果後期自己想再裝修下都 OK 嘅，加裝下。咁再行出嚟呢度就係我哋嘅露台位置。露台嘅話咧就係同我哋客廳係等寬嘅3.4米啦，而且又係好闊嘅喎。跟住佢又贈送咗2.8個平方俾到我哋啊，所以我哋見到就會好大好舒服。嗱，呢度可以擺我哋嘅洗衣機啦，跟住我就建議可以做一個到頂嘅一個家政櫃啊，因為就可以遮住呢啲管道啦，就美觀好多啦。咁我哋望翻出去咧，就係我哋嘅園林景觀啦。咁前面呢一塊地依家未整好，咁到時係做我哋嘅園林部分嘅，所以就唔會有遮擋。跟住嗰邊都係做我哋園林部分嚟嘅，係，所以綠化會好好啦。跟住又冇遮擋啦，係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籃球場位置啦，可以見到依家5點幾都有人喺度即係打緊波啦。跟住我哋仲有羽毛球場，羽毛球場就喺40棟嗰度嘅。我哋可以睇到佢個樓距其實係好闊落嘅，係啦，唔出現話嗰啲咩握手樓啊咁樣啊，而且佢個入住率可以見到真係好多㗎。所以咧就咁多講，我朋友選擇中澳都係有原因嘅，包括我哋本地啊、內地嘅朋友都會好多都係中意呢一個樓盤嘅。OK， 我哋再行到嚟我哋嘅休息空間，首先經過嘅咧就係我哋第一間房客房啦，或者係兒童房嚟使用。咁呢一個空間都幾方方正正嘅，擺得落1.5米嘅床啦。咁呢邊可以擺個床頭櫃，跟住呢邊仲可以做一個到頂嘅衣櫃。咁依家示範單位呢度係黐住咗窗紙嘅，因為係未交樓啊嘛呢度。咁到時拆咗之後，即係黐開個窗紙嗰個通風啊或者採光都係好好嘅。咁再行到嚟呢度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嘅工位啦。咁我哋嘅工位嘅淋浴空間，我感受下都係 OK 嘅呢個感受，呢個淋浴空間。咁佢嘅浴霸啦，同埋我哋嘅明窗啦，跟住乾濕分離都係膠標嚟㗎啦。咁呢個馬桶嘅位置啦，咁佢係預留咗個插頭俾我哋。咁到時我哋如果想做一個智能馬桶啊，都可以後期都可以換翻嘅。包括我哋嘅洗面盤啦，同埋鏡櫃，咁廁所就係咁樣，所見即所得，膠標就係咁樣噶啦。咁最後一間就係我哋嘅主人房，主人房呢個空間就會比客房大好多啦，真係大好多，因為佢可以擺得落1.8米嘅床，跟住兩邊三邊落床。咁其實應該係咁樣嘅，呢個床頭佢再褪過去。再褪過去少少，咁就呢邊就可以做埋我哋嘅一個衣櫃喺呢個位置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呢一套嘅
細單位毛坯價錢嘅話咧，總價就90萬出頭就可以上車啦。咁如果係要精裝嘅情況之下咧，總價就100萬出頭就可以上車啦。可以話係中奧春城上車門檻最低嘅一個戶型就係呢一度啦。OK， 咁我哋就總結一下啦。中奧春城呢一個位置又好啦，同埋咧佢嘅戶型又通透又比較方正嘅，咁又可以毛坯咧，又可以精裝交付，任君選擇嘅。咁如果係精裝交付嘅話咧，佢呢一個交標嚟講，喺成一個坦洲嚟講都算係性價比比較之高噶啦。咁而且佢嘅位置又近珠海啦，同珠海嘅樓價相差咗2倍喎，幾分鐘就可以享受到珠海主城區嘅一個核心配套啦。屋苑樓下又有我哋嘅樓巴車啦，係可以直接翻到我哋嘅香港啦，所以交通上又方便啦，而且仲有我哋嘅奇關巴士啊，真係可以翻到拱北口岸嘅，所以翻澳門又近，翻香港又近。包括我哋嘅生活配套又好啦，醫療配套亦都係 OK 嘅，非常之適合港澳朋友上嚟我哋大灣區置業嘅一個首選啦。咁最重要咧就係咩咧？如果自己買樓係一個乜嘢嘅需求，係咪偏向度假退休同埋居住嘅，定係需要投資嘅，或者係介唔介意往返香港嘅一個通勤嘅呢個距離啦？咁如果你都係想同我哋明星做鄰居嘅話咧，對呢個樓盤感興趣嘅話，就隨時微信或者係 WhatsApp 翻我哋智家兄弟啦，或者私信 Mia 都可以嘅。我哋係可以由香港派車接送你過嚟睇樓，或者係睇其他屋苑都可以，全程都係免費嘅。咁通過我哋智家兄弟成交嘅話咧，我哋仲可以額外贈送你現金啦，或者係家電大禮包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